杰森，杰森放学了是不是？不可以吃。在学校有狗，在学校听话吗？听话是吧？赶紧穿个外套去啊。杰森，咱家的狗是吧？摇尾巴呢。坐下。坐下。害怕狗吗？不害怕。不害怕是吧？因为咱家的提裤子呢。来，向上提一提。也是给也挺俺的还晚的，再弄点养分呢。哦，再去整点吧。正好养点这些油嘞。拉完了，我们插点架。正好挺快。你插吧吗？我不会插，插着经验少，不会插。对的跟你说是。说啥事？那个听他妈说没在这几点了，听他不是快到月了。我知道。咱那个不是吃玉米了。这是小苗啊是。没啥没。我说不点了，给伢的。咱给他摘点吧。不过是有朋友要的，先把这沿着给发走了。咱立马都给俺摘点是吧？给他摘点吧。他没摘了。不用买了，自己家去摘是呗？摘。给人家摘点。人家你看婷婷妈也挺好的。那时候春天得一吨了是不是？